小矮人想拢无，是安那？伊干那会使踮伫厝内，倒位拢袂使去。毋是逐个拢知影，小矮人是偌尔爱行骹花。即马，伊袂使去学校，袂使去树林内找朋友耍，朋友伊嘛袂使来厝内探访。小矮人敢若会使踮伫因兜树头下面的厝内，至少伊阁会使对石头甲树头的窗仔看出去。即时，伊才注意到有遐尔啊侪互人惊喜的物件，到遐紧紧咣咣爬过，青闪闪的金龟伫落叶堆爬悬爬低，碰触伫树洞跳出跳入。虽然有一寡趣味的物件通看，小矮人嘛感觉愈来愈无聊。是安怎？伊一定要留伫厝内？小矮人拢是一定要出去掠掠趖啊！树仔阿嬷对伊轻声讲：“情形会有改变的时阵，请相信我，真紧你就会自由啊！一定会哦。”小矮人一直拢真相信树仔阿嬷。树仔阿嬷知影所有的代志，互树林内充满智慧。鸟仔甲风会甲树仔阿嬷要讲的话传遍树林，传遍世界。因嘛会甲世界的消息分享互树林阿嬷。鸟仔飞来的时阵，小矮人听到安慰的歌声；风吹过来的时阵，小矮人看到树枝摇来喊去。有时啊，风甲无共色的叶仔吹来，亲像一张被，嘛亲像爱杀字的卡片。每一工，树仔阿嬷拢会甲小矮人讲：情形会有改变的时阵，请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，真紧你就会自由啊！小矮人啊，伊愿意相信，愿意等待。伊知影，伊会阁自由，会使出去石头甲树头中的厝，会使伫树林内底掠掠趖。等待的即段日子，伊豆豆仔发现有真侪代志会使伫厝内做。小矮人会使跳舞，小矮人会使唱歌。小矮人会使扫涂骹，小矮人会使煮饭，小矮人会使画图，小矮人会使款厝内。小矮人会使跳舞，小矮人会使唱歌，小矮人会使扫涂骹，小矮人会使煮饭。